周小松議員。主席，喺南金融北創科嘅雙重心佈局下，北部都會區將成為創新科技產業嘅重鎮。當中，河套區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新田科技城、牛潭尾發展區更加係核心所在。據目前規劃嘅推算，北都將會新增15萬個來自創科領域嘅職位。雖然有龐大嘅就業機會，但係唔少人都會關注我哋到底係唔係有足夠嘅創科人才嚟到支撐產業嘅高速發展。政府過去持續加強培育本地人才，不斷優化數字教育基建配套，以及近期都引入人力清單，並優化咗科技人才入境計劃，放寬公司引入創科人才嘅門檻，以及精簡咗程序。相信措施亦都會漸見成效，但我認為喺培訓本地人才方面政府仍然可以做得更多，做得更好。我好支持李廣義議員喺修正案提到要建立創科人才培育體系，推動職學雙軌制度。我建議參考新加坡嘅做法，當地喺早前推出技能創前程攻讀專業學位課程，涵蓋電子工程、機械人系統工程等學科。大學與行內嘅企業深度合作，學生邊讀學位邊到企業上班接受在職訓練。計劃嘅好處在於企業參與課程嘅設計，提供使用教學嘅軟件、工具、流程嘅建議，確保學生所學盡量貼合職場實際嘅需要。學生成績唔係只係睇考試，仲要睇企業喺企業工作時候嘅表現評分，以及幫企業解決實際問題嘅能力。對於學生而言，比起一般嘅實習，長期在職訓練嘅體驗係更加多，對實務工作都有更加深刻嘅理解。呢一種模式嘅另一個優勢在於，企業唔需要再花時間進行入職嘅培訓，因為學生已經在職培訓1-2年啦，畢業嘅時候就可以無縫接軌投入工作。實際上，英國都有類似嘅計劃，一種職學雙軌嘅學徒制度，同樣係企業在職培訓，配合院校教授理論知識。學員完成課程之後，最高可以獲得學士學位、專業資格，甚至乎係碩士學位。主席，針對香港嘅實際情況，我提出幾點建議。首先，我哋可以建立一個創科攻讀試行計劃，政府可以以河套區及新田科技城作為試點，資助本地嘅大學以入駐嘅企業合作，創辦首批針對 AI 同生物醫藥嘅雙軌制嘅課程，由政府提供稅務優惠，鼓勵龍頭企業提供長期嘅在職培訓名額。其次，我哋要改革學分轉換制度，讓學生喺科技公司進行在職培訓嘅時數，以及處理實際嘅項目，都能夠轉化為等同於課堂學習嘅學分。最後，要豐富人才庫嘅層次。北都嘅發展唔係淨係需要研發嘅科學家，更加需要大量嘅應用型嘅技術人才。政府應該持續檢視並優化整體嘅培育體系，確保人才供應鏈嘅完整。主席，創科發展係一場與時間嘅競賽，我哋唔能夠等到園區落成咗之後先至去諗人喺邊度嚟，而係應該從依家做起，讓學生走入企業，讓企業走進校園。唯有讓職與學真正雙軌並行，香港嘅創科產業先至能夠喺北都呢片土地上跑出時代嘅速度。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及所有修正案。